我哋將探討 ChatGPT 同第三方工具整合，實現工作流程自動化嘅奧秘。以往 ChatGPT 主要都係喺對話框入邊答你嘢，但如果將佢同其他應用程式掛鈎，佢就唔止可以講，仲可以直接做嘢喎。例如自動幫你整理啲會議記錄、發提醒電郵、更新數據庫等等。一條條本來要人手逐個 app 做嘅步驟，而家可以由 AI 串連埋一齊自動完成，將你從重複嘅勞動中釋放出嚟。總之 ChatGPT 要工具就等於將人工流程大幅自動化，等你可以專注處理更高層次嘅工作。聽落好吸引下，我哋即刻去實戰例子嗰度睇下。首先講 Notion， 相信好多觀眾都用嚟做筆記同項目管理。ChatGPT 可以點樣幫到你整合 Notion 呢？諗象下，你揾 ChatGPT 幫你起好一份項目計劃嘅大綱，然後你將呢個大綱複製貼上去 Notion 裏邊同團隊分享，成個過程寫提案嘅時間就慳翻唔少。另外，其實 Notion 本身而家都有 Notion AI， 背後用嘅就係 GPT 技術。你可以直接喺 Notion 入邊打指令，叫佢幫你寫段文字或者總結內容。無論透過邊種方式，其實重點都係善用 ChatGPT 嚟起稿，然後放入 Notion 去集中管理你嘅資訊。AI 幫你做好7-8成內容，跟住你再喺 Notion 度修改潤色，同同事協作完成，工作效率自然大大提升啦。跟住係好實用嘅 Google Sheets 線上試算表，記住一大堆數據，或者要寫啲又長又複雜嘅公式，其實你可以拎嚟問 ChatGPT。例如你想將客戶名單入邊嘅地址拆開成城市同郵編兩欄，你可以問 ChatGPT 有咩公式可以做到，佢就會話你知可以用邊個函數同埋點樣用。又或者你有一拍混亂嘅原始數據，叫 ChatGPT 幫你分析出入面嘅趨勢或者重點。佢答完之後，你再將呢啲結果貼翻去 Google Sheets 做成表格，俾用戶睇會更清晰。仲有進階啲嘅玩法，如果你裝咗相關嘅測件，其實可以令 ChatGPT 嘅輸出直接寫入 Google Sheets， 連 copy paste 步驟都慳埋。總之，將 AI 同 Spreadsheet 結合，你嘅數據處理工作可以事半功倍，又快又方便。Natso 介紹下 Zapier。Zapier 係一個超強嘅自動化服務，可以將5000幾種唔同嘅網上服務串連起嚟。而家佢同 ChatGPT 亦都可以連接，方法就係裝 Zapier 嘅 ChatGPT 插件。不過呢，要用插件你就需要係 ChatGPT Plus 用戶先得嘅。有咗呢個插件之後，你可以教 ChatGPT 幫你做埋好多跨平台嘅操作。例如，你同 ChatGPT 講，我想將呢個客戶資訊加到我嘅 Google 試算表入面第幾欄，佢就會直接幫你加好。又或者叫佢幫我喺 Trello 個待辦看板開一張新卡，佢都會即刻為你開卡。仲可以自動 send Slack 信息、起草 Gmail 電郵，幾乎你用緊嘅應用都串聯得到。我哋翻過嘅完整嘅場景例子，假設有客戶喺 Slack send 咗個查詢俾你， Zapier 可以 detect 到之後 trigger ChatGPT 加句查詢內容，自動寫好一封回覆客戶嘅 email 草稿，再經 Gmail 直接發出。呢一整串流程都可以無需人手干預就完成晒，係咪好厲害呢？呢啲就係 ChatGPT 同 Zapier 帶嚟嘅工作流自動化威力。不過第一次設定可能要啲時間研究，但一旦設好，你就真正體驗到咩叫無縫流程啦。講咗咁多整合方法，最後俾幾個貼士大家。第一，因應你自己工作流程嘅需要，揀啱最有用嘅整合先做起步，唔需要見到有咩新奇整合都一次過試晒。有錢入心，逐步增加自動化元素係比較穩妥。第二，即使有自動化，都記得喺關鍵位置加入人工複核，例如自動發 email 俾客戶嗰下，你可能都想最終自己睇一眼先按發送掣，避免因為 AI 失誤導致尷尬。設定上一樣做到，例如 Zapier 裏面可以設置某啲步驟要人手批准。第三，多利用網上資源去學習更進階嘅整合，例如
OpenAI 提供嘅 API 可以用編程方式將 ChatGPT 接入你公司嘅系統度，又或者直接用現成嘅插件擴充功能，好似我哋提到嘅 Zapier Plugin， 就唔使自己寫代碼都做到自動化。總之 ChatGPT 同第三方工具嘅整合，大大擴闊咗 AI 嘅應用範圍。如果你善於探索，你嘅工作流程就可以變得又聰明又快。今集內容豐富，希望大家消化得掂。如果有疑問，可以留言討論。下集見。